安平长香山野马祖活动将伫咧4月9号、10号2天登场。为了应目前的疫情状况，庙方经过马祖指示，将取消信众2脚卡仪式，改为双手膜拜方式，为家人祈求平安顺利。种种用心规划，互民众感受到安心、放心、用心的庙会文化。安心、放心，还有用心啊，把这个活动把它办好啊。同时呢，我们在这个活动之中我们也一方面来弘扬我们天上圣母她的孝道的那个情操啊，还有就是我们利用这一次的活动来提升我们教班的这个水平能够评选出那个优良的教班。安平开大天后宫，经伫咧这届长香山野马祖活动当中，特别办理游击桥班评选以及规划鞭炮释放区等创新的做法。不只是我们绕境行进当中包括我们爆竹烟火的释放还有我们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给班的优质化我们也做一个评选我们也希望说藉由大家的一个力量，那我们这次的绕境活动能够圆满成功也作为一个后续一个典范长香山野马祖活动当中的高调，就是安平马参香回銮倒来到庙时安上红彩石刻，而这个仪式上重要意涵，其实就是伫咧弘扬孝道。当马祖倒来的时阵，按这个红彩红车啦台语叫红车就爱插了，就爱插了，就爱插了对啦，安尼所以这个仪式非常的庄严，也非常的有意义。是安怎开就爱红彩，要等于省亲的时，为什么红车摕落来？第一点就是讲，因为红车代表这个皇帝所属，所属伊袂当去带红车去拜庙母这样子就没有礼貌所以一定爱先红车摕倒来。看到插红车，插红车，这一个就是一个最高的高潮，最重要的一个仪式。配合疫情指挥中心规定，所有参与示警人员，拢必须要注射3剂疫苗，才会当参与示警。庙方对此也特别制作了疫苗识别证，让参与示警人员戴伫咧手顶面，让大众更加安心。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